南宋嘉泰年间，金人再度南侵，烽火连3月，江南已无宁净土。铁卫营统领秦刚，世代守护着一个关乎大宋命脉的秘密。城破在即，他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交给了唯一的儿子。仇恨与使命在少年心中同时种下。国破家亡，秦云带着父亲的遗物和未解的谜团，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亡。江湖之大，奇人异事辈出。这位看似柔弱的少女，却身怀绝技。乱世之中，善恶往往只在一线之间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是侠义，亦是缘分的开始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似的境遇让两人暂时结伴。父亲留下的唯一线索，终于在不经意间露出了端倪。龙脉之秘，如同深渊，吸引着探寻者，也隐藏着未知的危险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各方势力都为这龙脉图而来。